咁多位海外嘅華人朋友，當年500幾萬嘅別墅，依家3折就可以攞低啦。就身後呢一棟，咁咧總共咧有3層，佔地咧就100方左右，建面300幾方，而家總價170幾萬人仔就可以攞低啦。咁有花園，有天有地，入嚟嘅話咧就餐客廳同埋廚房，洗手間同埋一個房間，1樓就係咁樣嘅格局。依家咧全部咧就大裝修出售，你睇到嘅所有嘢都係現成嘅，即買即住。2樓咧就2房1衛嘅格局，咁成間屋咧就東南朝向嘅，依家就冇開燈嘅情況下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個採光咧，亦都係比較 OK 嘅。3樓就係一個大套間嚟嘅，咁有埋廁所，然之後出邊咧仲有一個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嘅話咧，我哋望出去個景觀咧，亦都真心 OK 嘅。大家睇睇視野非常之開闊嘅，而且綠化各方面都做得比較 OK。我哋而家咧就喺中山嘅三鄉鎮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私信我。